水係我哋人類維持生命同健康嘅基本需求，咁長期飲水同長期飲茶嘅人會有乜嘢唔同呢？簡單一杯水，睇嚟平淡無奇，但能默默促進身體新陳代謝，維持體液平衡，係生命運轉不可或缺嘅基礎保障。而飲茶更只係飲水嘅基礎上，俾身體嘅健康養護，俾身體增加一層額外嘅助力。它唔單只能滿足身體對水分嘅需求，仲能額外為人體補充多種營養物質。好似茶葉裡面就含有茶多酚、氨基酸，仲有茶紅素、茶黃素、黃酮類物質等，都係對人體有益嘅天然營養成分。飲茶嘅好處其實有好多，單講其中嘅一點就俾人一個驚喜，茶葉嘅抗氧化效果特別強。根據英國嘅一項抗氧化實驗結果顯示，一杯茶嘅抗氧化效果竟然相當於4個蘋果、5個洋蔥，或係7杯橙汁、12瓶白葡萄酒嘅抗氧化總和。正因為係咁，長年飲茶嘅人同長期只飲水嘅人相比，往往會有好明顯嘅唔同。佢哋可能會顯得更年輕，體質也更好。呢啲背後，正係茶葉裡面嘅營養成分喺度發揮緊作用，仲可能增強我哋嘅免疫力。講到尾，水係生命嘅必需品，保障我哋嘅基礎健康，而飲茶就係基礎之上嘅增值項，為健康多添一份助力。